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魂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呼唤但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无论是生命或死亡，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呼唤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如此深爱着我们，为此我们献上大大的感恩与赞美。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炼与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依靠自己，而是靠着主的大能。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都不忘主的爱，遵行主的道。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的士师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第1节到18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第310页，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很久以前，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那段时期，地上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以法他族人，名叫以利米勒，原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他带着妻子拿俄美和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一起到摩押国，暂时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以利米勒死了，留下拿俄美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地方的女孩子俄尔巴和路德。大约10年后，马伦和基连也死了，留下拿俄美，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拿俄美还住在摩押的时候，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本土去。他们一起动身回犹大，但是在路上，拿俄美对2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愿上主使你们2个人有机会在结婚都有归宿。”于是拿俄美闻别了他们，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美说：“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拿俄美说：“女儿啊，你们还是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走呢？我还能再生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
回去吧，我的女儿，走吧，我已经太老，不能再结婚了。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会生儿子，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不，我的女儿，这是不可能的。上主惩罚了我，我很为你们难过。他们又哭了起来。厄尔巴终于吻别她的婆婆，回娘家去了。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拿俄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她本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们也跟她回去吧。”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背誓，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拿俄美见路德坚决要跟自己走，也就不再劝阻他了。接下来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路德第一讲。我们将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用2个礼拜的时间来看《路德记》这本书。那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此刻要用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赏赐智慧、恩典，还有爱心，让我们能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让我们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看《路德记》这本书。首先，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德记》的第1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上回在讲士师记许多士师的时候，牧师就曾经跟大家说过，士师记是一个士师记所发生的这个年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特别如果你去看士师记的最后1章的最后1节写的，他说那个时期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的意思行事。如果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是会很混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放纵、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就很容易发生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特别是很多的弱势者会容易被忽略。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德记》就是发生这样子一个世代当中，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路德记》所记载的却是一个爱的故事。所以我们要透过《路德记》来学习有关于爱的课题。《路德记》是记述一个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的家长叫做以利米勒，他原本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当地发生了饥荒，所以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妻子拿俄美和2个儿子迁移到外邦人居住的摩押地。那这种情况在许多时代当中都应该是很普遍的因为在自己的故乡发生饥荒或是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外去讨生活，所以他们一家就来到了摩押国。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摩押国摩押国大概是在约旦河东
雅嫩河以南的这个一个非常肥沃的高原，离犹大地大概80公里。那摩押这个民族根据创世纪的第19章的记载，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下的孩子的后裔，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这个民族是很不圣洁的，是不能进入上帝的圣所的。他们来到了摩押地去居住。那根据这段圣经的记载这个以利米勒原本的想法是想要暂时住在那里，可能过一阵子饥荒结束了就会搬回家去。可是没想到他却客死他乡。那拿俄美只好继续留在摩押地，跟他的2个儿子马伦跟基连一起住在这个地方。后来他2个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一个叫做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那一家人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可没想到世事多变经过了大约10年的时间，马伦跟基连也死了所以就留下一家2代3个寡妇。我们看到这个家族的苦难真是让我们感到人世的这个无常原本以利米勒希望迁移到这个摩押地，是希望他的家族能够延续下去，结果命运的捉弄让他的家破人亡。所以可见在乱世当中人的生存真的没有保障，实在非常的可怜，而且也是很无奈。那我们看到这个一家2代3个寡妇，他们如何去面对人生这样大的打击，如何走出一条生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的记载。面对这样的情况拿俄美只能四处的去寻找可以得到的出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亲自替他们开路。拿俄美这时候听到了故乡传回来的消息，就是说上帝眷顾他的子民，让他的故乡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可以丰收。所以他就想到他可以带着2个媳妇一起回到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去。因为俗语说人不亲土亲嘛回到自己的故乡至少还有亲族可以互相的照顾。所以他就决定带着2个媳妇一起回他的故乡去。拿俄美他可能一边走一边就想象他们回故乡的情况。他走着走着，结果就怎样？结果就突然间在中途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他就对他2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自己的娘家吧。他称他的媳妇做女儿女儿你们还是回去吧不要跟我走我还能再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在这边我们突然间听到拿俄美说了一段我们很不理解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女儿你们还是回去，为什么要跟我走呢？我还能再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回去吧我的女儿，我已经太老了，不能再结婚。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又生儿子，你们愿意等他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我们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拿俄美会说这段话。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事实上他说这段话有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特别的背景。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一个叫做利未拉特的婚姻律法。如果你们可以翻开圣经在申命记的第25章第5到10节就记载着这个利未拉特的婚姻律法。这个律法是这样定的这个律法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奇怪，可是他就是这样定。他说如果有兄弟2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死了，没有留下子嗣，他的遗孀不得再跟族外人结婚。死者的兄弟要尽兄弟的义务娶她。譬如说
有一个人有一个长兄死掉了，那他的弟弟必须要娶他这个大嫂，然后他们生下的长子要作为已死的兄弟的儿子，替他在以色列中立世，就继承他的产业。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律法还有定这样，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读到类似的情况。他说，如果这个死掉的这个兄弟不肯娶他的大嫂或是他的弟媳，他就要到城门口去见那个城的长老，告诉他们说，这个先夫的兄弟不肯尽兄弟的义务，长老就召见这个人来跟他商量。如果他坚持不娶他，他就要在长老面前当场把这个不愿意娶他的这个兄弟的鞋子脱下一只，然后在他脸上吐口水，然后宣布说，不肯替兄弟立誓的人该受这样的侮辱。那以色列人就要称这个他的家叫做被脱鞋之家，所以表示这个律法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那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个律法觉得很奇怪，好像跟我们的常情不符合。可是这个律法有2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照顾寡妇，照顾失去丈夫的寡妇，让失去丈夫的人可以得到妥善的照料，以免沦为乞丐或是妓女。所以这个是第一层意义。那第二层意义就是可以保障这个过世的人的产业，因为他的产业如果没有人继承，就可能被外人夺去，所以他要跟他生下孩子，由这个长子来继承这个产业，让这个家族的产业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有这2层意义。那所以拿俄美对他的媳妇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意义。因为他的2个媳妇还年轻嘛，那如果跟他一起回去，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只有亲族中的人才可以娶她。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摩押人在以色列人眼中是看作不洁净的外邦人，那所以他们到以色列回去之后，他的亲族非常有可能不愿意娶这个路德跟他的嫂嫂，所以他就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娘家去追寻自己的幸福。那最后28决定接受婆婆的劝告离开，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开。拿俄美看见路德这么坚决要跟自己走，也就不再劝阻他了，就带着他2个人一起回到他的故乡。那他回到故乡之后，就展开新的生活。牧师是建议你们今天回去可以继续把第2章、第3章、第4章都把它读完。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故事，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段。那我们这个礼拜先讨论这个部分。那因为这段经文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许多有关于爱的功课。首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真爱能够超越苦难。虽然这个故事我们还没看到结尾，但是我们明白，当拿俄美这对婆媳他们面对这些困难、这些苦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度过这些苦难、超越过这些苦难的，就是爱这包含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包含亲族之间的爱，还有来自于上帝的爱。因为真爱可以超越苦难，在无边的苦海当中，可以让人得到救赎，翻转生命的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境。我们也许从小到大，我们许许多多人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面对这些人生的苦难跟困境的时候，请你记住，爱可以帮助你超越过这些。我们在座也许多数人都知道我成长的背景。
我在9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哈。我妈妈就是守寡哈，我是老大哈，把我们3个兄妹这样一起抚养长大。那个过程哈，其实那一个寡妇哈，要带领3个孩子成长哈，其实那个所受的辛苦哈，遇到的困境实在是非常非常大啊。这个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啊。虽然我的母亲外表是非常坚强哈，但是我有好几次哈，晚上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我母亲半夜在那边哭泣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苦境哈，帮助我们超越过这个苦境，是因为我的舅舅跟舅妈介绍我们来到教会啊。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关爱，让我体验到说哈，即使人生会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但是只要存在有爱，只要我们家里面一家人彼此相爱，只要在教会当中透过教会生活得到的爱，我们可以超越过这些不幸。世上有许多不完美的事情，但是真爱可以弥补这些苦难。前几个礼拜哈，我们曾经牧师带着我们的长子们去参观2间教会，还有2个机构。其中有一个机构哈，我们去到20林去参观这个喜乐保育院哈，是由这个马喜乐女士所设立的。马喜乐女士她是1914年出生在美国，她23岁结婚哈，就在她35岁的时候，她父亲过世哈，37岁的时候，她的丈夫也过世了哈，所以她37岁就开始守寡哈。那她在教会里面担任干事的职务。1958年，她44岁，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来自于台湾南投的一个医师兼牧师的人到他的教会的祷告会来分享他所看到的异象。这个人就是谢伟牧师啊。谢伟牧师他分享说，他打算在台湾的埔里的地方来建立一个肺结核的疗养院啊，因为当时有很多台湾的有很多肺结核的病患。他来到美国是想要了解肺结核的处理方式，并且想要在台湾设立这个机构，来提供一些贫穷的人免费的医疗。那这个马喜乐女士哈，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护理师的训练啊，所以她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她当晚就奉献了325块美金。当谢伟牧师回台湾之后，也不断的跟他通信，来报告他在台湾的工作状况。所以这个马喜乐女士她就非常感动，但是她内心有一个挣扎，她想说，我到底是到台湾去跟着谢伟牧师来做服事，还是把我要去台湾的这个旅费奉献给他来建疗养院？她心里面有这样的挣扎，她就问教会的牧师就问了2个牧师，得到同样的答案。他说：“你去看看他们实际的工作情况，再做决定。”所以1959年，他45岁那一年，他就来到台湾。他先跟着谢伟牧师在埔里工作，跟着他医疗团一起服事。后来他到了20林，看到20林地区有很多亟待帮助的小儿麻痹的孩子。当时他说，他们第一次门诊的时候来了200多个小儿麻痹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当时是被排斥的，因为当时误传说这样的疾病会传染，所以其他的孩子不敢跟这个孩子玩。家里面生了这个孩子当时滨海地区的迷信都认为说是祖先做了坏事，所以才会生下这样的孩子。就这样生了这样的孩子都不敢让邻居知道，就关在家里面，任由这个孩子在地上爬。马喜乐女士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她心里面产生了怜悯的心，她就决心来服侍这群孩子。她就在台湾20林的地方开始定居。后来在许多人的协助之下，她成立了喜乐保育院。她不单单照顾这些孩子，也训练这些孩子能够自立，并且让他自己手可以做工，
来服务许多的人。那后来小儿麻痹有了疫苗之后，那小儿麻痹几乎在台湾绝迹了啊。他们喜乐保育院又开始接纳照顾重度及重度智障的成人、老人以及失智的院民，他们开始为这些人做这样的服务。他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都希望他们能够自立，靠自己的手可以做工。我们看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工，带给许许多多人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寡妇，因着神的呼召，甘愿为别人的需要放弃一切，上帝使用她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今天你我也都可以这样子，因为如果拥有真爱，特别是来自于上帝的真爱，就可以消灭这世间的苦难。让我们透过这样子来学习。第二样牧师要分享的是，真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认同对方。我们看到现在家庭当中常常会发生许多的问题，譬如说夫妻的问题譬如说亲子之间的问题，特别是婆媳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许多的家庭。因为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因为婚约而成为一家人，不管有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总会因为价值观对生活态度的不同而产生了或大或小的问题。那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受害的是整个家庭。所以婆媳问题一直存在。我们常常打开电视看，看到很多电视剧就是演这个婆媳的问题。我想台湾的男生大概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妈妈跟你的太太掉到水里，你会先救谁？那可见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婆媳的关系的确是很难经营的，而这些问题最大的根源就是因为爱。不管是没有爱，爱的不够，或是爱的不对，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拿俄美跟路德身上看到一个典范，婆媳之间的爱是彼此回应的。我们看到拿俄美称他的媳妇做女儿，显出他的爱。他替这个两个媳妇常常会想他们的未来。他知道他的媳妇如果跟着他回故乡是没有未来的，所以他就劝他回娘家。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最简单的爱的态度就是这样，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我们看到拿俄美婆媳亲密关系的建立一定是在于他们能够彼此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去做。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婆媳的关系，甚至比母女的关系更加亲密。所以我们如果继续看这个故事下去，这个拿俄美就替他的媳妇路德在寻找好的归宿，而路德也是用最美的爱来回报她的婆婆。她用爱心对待她的婆婆，顺服她，孝敬她。她明白她的婆婆除了她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其实要解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就是说，你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替他想。在现实当中，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那我们担心，我们如果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会使自己的权益受损，会使自己吃亏。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你吃一点亏，使环境变好，比如说你吃一点亏，使你的家庭和谐，那你自己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岂不是占最大的便宜吗？因为家庭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不和谐，那我们岂不是天天生活在不愉快当中吗？所以要把眼界放大一点，这样子会使你的生活更快乐一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父母多站在孩子的立场想，孩子多站在父母的立场想，这样子自然而然会产生好的行动，正向的行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更加的和谐。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个路德跟拿俄美的关系来想啊，了解真爱是一种永约了哈。经文当中这样说哈，这个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这边这句话的离开哈，是一个订契约的时候所用的话，意思是切断啊。所以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说：“请不要叫我跟你切断关系了。”那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17节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背誓，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启示哦，是一个咒诅的誓言，表示路德的决心。在这边我们看到，路德是将自己和她的婆婆拿俄美之间的关系，用约的关系来表达出来。所以从这边我们要知道哈，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路德的婚约虽然是跟她的丈夫订的，但是透过她的表白，我们知道她是跟整个家族定下这样的婚约。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婚礼啊？婚礼最重要的就是牧师会帮新人来誓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牧师在帮新人誓约？牧师都会说什么？说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照顾你的妻子或是丈夫，敬爱他，唯独与他同住在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尊重他的家族为你的家族，终身尽你做丈夫做妻子的本分。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是否愿意如此做？牧师每次问这对新人的时候，新人都会说什么？我愿意，对不对？如果稍有迟疑，那牧师就紧张了他们都说，都很肯定、很用力的说，我愿意。当回答我愿意的时候，就是承认这个婚约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现代个人主义兴盛，常常有一些新人结合之前说，或者是结合在誓约的时候这样说，但是誓约之后又说，我是跟你誓约的，不是跟你的家人誓约哦，我是跟你的誓约，我没跟你的妈妈誓约哦。请大家记住啊，真正的婚约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如果你以为你是单单跟对方誓约，而不是跟家族当中的所有人誓约，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婚姻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要理解就像路德跟拿俄美之间，因为约的关系来建立这么亲密、永远结合甚至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他们分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透过路德记来学习真爱的功课。今天希望上帝将这样的话语建立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正学习真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在苦难的世代当中，我们借着你所赏赐的爱，让我们可以超越这样的苦难。我们也知道真正的爱是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真正的爱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真爱，实践这样的真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心发为我是
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真爱可以超越苦难。真爱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真爱是一个永远的约定。但是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爱是来自于神，特别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爱。我们这时候来跟上帝祈求，求主将这样的真爱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这样的真爱，分享这样的真爱，并且实践这样的真爱，让我们领受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时候牧师也要特别为我们当中需要的人来祷告。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你需要别人为你代祷，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那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你有身体有病痛，或是有什么难关困苦需要超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代祷团队的人会为你服侍。你举高一点。来这边有来我们中间这边也有人需要代祷。那其他的人我们就求神来赐下真爱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去实践我们的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让我们明白你真实的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样的大爱，并且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把你的爱实践出来。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实践这样的爱，让每一个与我们接触的人都得着祝福。让我们同心在这个苦难的世代当中，借着你的爱来胜过这些苦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要预备来奉献。在奉献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在外面还没有填留名卡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前面有留名卡，麻烦你拿起来，将你个人的资料填写进去，然后直接交给收奉献的同工。待会我们会来介绍你，跟大家认识。
大家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还有生活所需，也赐给我们能力来为教会奉献。求主你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奉献，也包含不只是我们的金钱，也包含我们的心，还有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我们看周报的第5页。第一点，由本会协办的安宁基金会30周年感恩音乐礼拜，定于本主日下午2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欢迎大家来关心参加。肢体关怀，本会会有张正荣弟兄于10月14号安息主怀，定于本周三10月28号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2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也愿上帝安慰遗族。我们现在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不知道有没有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那牧师提醒一下，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在这个地方有举行，我们跟安宁基金会举行这个纪念他们周年设立。当初是由双联教会跟马街的基金会一起设立这个机构那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尽可能从前面2个门出去，谢谢。